完的3号以前就咧教你讲，咱这代志皆有三义。我这个像什么人哦，什么义啊，什么信啊，什么节啊，大家人讲手牵手啊，大家拢来就讲，现在做起来无意思的，厨房需要我来教做一个，哦，啊是要摆桌啊啥，啊是要收拖啊规矩，这种咱来做这个，信守在啦，哦，这物件咱就爱干啥？爱问呢，今仔做信是真的嘛？已经拢上来建设了多少？就会当时吧。那么呢，从多就是爱客人的地方。那今仔咱若做夫妻放在海山，这叫欢乐，无快乐，咱就看袂透。哎呀，这款物件对于咱来讲是非常不利啊！哦，非常不利啊！人讲咱是通做这聪明人，咱来做这有钱的啦，咱来做这个生死时代呢。咱就说来讲，这有生死时代呢，渐渐将这自由福建啊，哦，不管佢生死苦海，自身欲给福无可求啊！哦，逐天拢讲咧糟蹋人物件，啊，我家己嘅生死代志嘛是咧听啊，对无？咱爱做这样事情啊，咱先来先的讲，然后咱世间无是恩怨情仇啦，温暖暖。哦，情啦事啦，上紧咱是我老婆仔咯，拢暗时啊加减啊看电视啊。那么迄连续剧哦，做咧到时拢过来就少啊，嘛去笑有啥子嘞？哦，真是无是对无？无是啦，温暖情，为了感情，为了名，为了钱，哦，而且就上来分成了这个高里面是这样子来，所以呢，咱活动做咱做就叫做啥？哦，咱个是活动做主啊，咱活动做主啊。所以呢，我今年过来，咱出去若要接触对方，比赛啦好，我到第2个地方，我为错了，你这个是60几个，你都活动做主，做咧代志做咧人，家己了解，你家己生意做主，你爱家己了解，安尼就是。今仔日，咱这老婆仔，咱老家咧拜家，咱的囝啦，咱的媳妇啦，祖囝啦，拢会上来叫无？叫咧看下，爸爸妈妈，我咧拜哦，你上来哦。咱来就讲哦，按说这边的这有关大家上来，你若是在关你主要咧大家上来无要紧，好对无？我咧拜这个我就是要听道理，这是我的专业时间啦。专业时间咯。哦，你忙那家打电话，你若要上来无紧，叫我做了唔干你，我唔知你上街去啦，好对无？所以咱就家己做主啊，咱慢慢哎呦，有点开始啦，我今日上来哦，我这有在意啊，咱就跳，所以那现在咱是怎么样？哦，那平常叫咱咁么，我觉得咱袂快咯，好，咱是这个问题。我们现在来玩到这些。哦，我来这些啊，我来我跟你讲，看袂起嘅。我能做主嘛，我们会画，哦，那么呢，简单讲就是画，那么呢，我先这个海涛画，我呢，今日人家讲小啦，画这个是啊，你来这家的这个海涛画是常见的，我画在人家刚上。因为这个海涛画是在这里嘛，家里200，2千这边少，我光是这2千这边，连这个钓鱼台啊，太过点少了。因为那手上的这全部的应该也少，因为中央公司较少，后面都是引进了耐光200。那么这个海涛画是2千这是钓鱼台，依靠在这工作一到处都有钱哦，也不是哦，也一样很不可爱哦。那么呢，伊咧各种个医生哦，大家是做我看，因为同个都做保镖，保镖嘛就做东嘛，做东他都能行嘛，哦，那么呢，医院嘛，反正那个孩子家长他的医生，哦，靠点东啦，就是镭射导流，那么这个你的医生哦，拢来泰国，泰国咯有泰国税嘛吼，拢专门拢去咧做导流就对啦。那么医生呢，嘛是做保险，反正只要改过的，你只要做，爱
无多起来，伊就嘛是拢交人咧东西就对啦。那么来比较泰国人讲吼，一个少年哦，伊在讲少年啦，伊讲我有爱少年啦，伊讲我袂爱，伊讲我敢讲句话，你哦，你绝对出家，无啦，你嘛爱讲笑啦，我头可能会出家咧，哦，我爱国仔啦，我爱男仔啦，做咧，哦。我都爱趁钱，我都爱食东西，我头可能会出家咧，无可能会去。那么呢，对迄个时阵来哦，陆陆续续，哦，就是我哋3、4、5个，拢讲，你绝对会出家哦，哦，我甲你看你个面相，哦，我看你个面相，我就甲你出家。我敢真正，你后来，你若讲无影，是后来遮济人甲讲，你就遮尔面当家呢。我讲真正出家，所以唔同啦，到时啊，到尾就来讲好啊。那么伊是乜嘢？伊个丈夫非常大，因为伊丈夫非常有钱，在教会主讲这块地就是伊丈夫，迄个方面。所以伊丈夫呢，伊靠来海涛老师嘛，两这个安尼这个啊，我讲在生活，你做会当。我作为投资者，有些囝吼，就讲介绍讲，我吼，你常来我做啥菜吼，我一定听你的，我嘛是真欢喜，我逐天来过最快乐的日子。所以讲介绍你常来台湾做咩？我做啥都有就是安尼讲就对啦。就是真正咧，人早点结婚啊，早就结婚啊。所以咧，伊在方面，有啲这个嘛，你这么看。那么我们当因为离开了上班哦，慢慢自然的来，但哪不是一年交班，慢慢你想到这个不高，不高，那我就交班嘛，交班你再来哦，就会交班哦，有些我来社会来，交班哦，交班我就差不多200号我就摆，我不来呀，人家摆他贵，我找你好像挺起来的对啦，所以呢，这管好像挺。然后伊就来爸爸你10块互我，伊讲你咧讲啥？伊讲啥物拢来讲。所以伊我伫咧实验，伊咧下关的啦，下关的就是老这个实验，爱讲啊，这个讲啊，上的。那么呢，开始来实验，实验了，就这个关了，就爸爸我做实验好，爸爸就讲是什么嘢？现啥物原啊？伊讲吼，伊下我就讲，希望爸爸看见会当出家啊！伊讲你为什么我大哥现在看见这个关系？爸爸我咧出家咧，是这个么？伊讲吼，爸爸我感觉吼，我意识上当我知影讲真是人是修的，你叫我换个。所以呢，到后来像很些的，因这样的时间是人的服务。这个理解嘛，经济人的服务嘛，在所以一年，这个我爸爸关起来就出家，按老师就奇怪，我家己的囝，所以我上来讲，其他自己出家，你这个缘起的是你这样真正的震撼到他的内心深处。那么呢，自然而然开始就开始对这个有关系呢，开始就是在研究啊，就在研究，到位啊，伊啊，你太太，你太太，伊就讲伊要出家啊，咱叫话你较无简单诶，讲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甲你讲你若是出家以前话，阿嬷我会照顾，阿嬷会照顾啦，妈妈我会教做花，你所以爱什么就要紧。伊讲你来出家，我连个我大家朋友，我来我做出家，讲得足平静的呢。所以呢，是咱这个伊嘛是较便宜些。那么呢，伊出家时阵，伊太太讲过，伊太太多，伊迄个10当的重担，伊迄5当的重担是伊要出家做伙上是爱啥，离婚现金。那么离婚现金是咱这个人啊。所以呢，伊叫人透过了好话，伊种谈
你要超过老高的，你太太把颜色也好，好到一件件啊，你妈妈你不要哭了啦，你忙个考啦，他当然是这哦，我也很笑，啊我也做官，我也做警察的，那人家国师的，哦，这比较大牌，所以你看，大家这个别样样都变了。到尾啊，你讲啊，你还老话做这个英雄见识嘛？到尾这个不得不，就是这样讲，强调你看见你你看讲，你讲今仔日太来讲，我今仔日爱你，这个就是爱。我今仔日要把这个心啊变成大爱，大爱嘛，就是就讲咱个大家人。刚刚过程爱自主、爱自尊，先叫做爱呀。那么你今天去加餐，哦，你可能大家真的是反正，啊，定起来，哦，哇，很大，就包括还有一点，即兴这些的观点多啊，那么别人就慢慢很常话呢，那主要人爱讲即兴，爱讲发言，哦，所以呢，咱今天想要有一个明星，咱就是爱前进，爱本身。那么呢，对你来说，咱间接是来自于这两个哦，间接是来自咱自己无缘。